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来进入路加福音第29天的共读。昨天我们从路加福音16章的后半段看到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这个故事其实也是耶稣让我们预先知道，在人死后所发生的事情，都是人生前活着的时候所产生、所决定的。所以我们应该要遵从神的心意来活出行公义、好怜悯、谦卑与神同行的生活。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路加福音的第17章。耶稣又对他的门徒讲，引起人犯罪的事一定有，不过做这个事的人惨嘛，宁可用大石磨把伊吊伫颔棍摔落海，嘛毋通互微细的一个跋倒犯罪。恁家己嘛着谨慎，你的兄弟也是姊妹，若犯罪，着甲伊责备；伊若犯罪，着甲伊赦免。若有人一日得罪你7遍拢越倒转来甲你讲，我悔改啦，你嘛着甲伊赦免。那因为16、17章中间呢没有没有隔开所以我们连下来看，所以耶稣又对门徒，所以这个可能讲了这个财主的比喻，前16章的不义的管家，然后财主和拉撒路，接下来又讲到饶恕说虽然使人犯罪或是绊倒人，和本翻成绊倒人的事。好，那现在中文译本说使人犯罪，现在台语说引起人犯罪的事，就是让人产生有罪的这些的事情呢，是必定会有的。但是呢，谁的罪比较重呢？是造成这种事的人，就是那个罪魁祸首，造成人犯罪的事情，是更重啊。所以这个财主和拉撒路，财主是有机会帮助拉撒路，却让拉撒路呢，活得非常的痛苦，却让拉撒路呢，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安慰，所以绊倒了拉撒路，有祸了。这样的人呢，不只有在阴间受痛苦和刑罚，甚至呢，这样的人不如用大磨石拴在脖子上沉到海底哦。所以这个海底呢，跟昨天我们16章读到的亚伯拉罕跟财主说，我们当中有一个深渊深渊跟海底的意思就是一样不如让他沉到深渊，这样呢，比让他使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犯罪还好。宁愿让他直接沉到深渊，以免他在那边为非作歹来害人。所以当门徒们在听耶稣这一连串的教导的时候呢，这是一个连贯下来的。所以耶稣又回过头来对他们说，你们总要当心，如果你们的弟兄犯罪，就是没有遵守旧约，这个犯罪在这里指就是旧约的律法，摩西的话，先知的话，就要劝诫他，但是他若悔改，就怎么样？要饶恕他。那这一段经文呢，在马太福音18章第6节，马可福音第9章都有提到。那讲到饶恕70个7次，所以路加福音说，如果在一天里面得罪你7次，可是7次他都说我懊悔，我悔改了，我错了，我错了，所以呢，你都得原谅他。所以耶稣在讲的这个7次呢，指的意思就是无条件的，是一个完全的。所以这个绊倒人的事情，就是陷害神儿女的事情，那指的也是指这一群的法利赛人，他们掌握着律法，他们有经学士，能够拉比教导解释圣经，可是他们却是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动了手脚，以至于让上帝的话、上帝的道、上帝的义呢没有彰显。但是呢，当人来到神的面前，愿意悔改，就不用等到这个财主一样到阴间还活着的时候，他只要活着的时候愿意悔改，总是能够得到饶恕的机会不过我们从马太福音也知道说，唯有亵渎所有的罪
干犯人子还可以得赦免，但是亵渎圣灵不论今生来世总不得赦免。因为我们有提过亵渎圣灵，因为我们得罪的我们能够得到赦免的关键是因为我们透过圣灵，我们连圣灵都不接受的话，那么真的是神愿意饶恕我们70个7次，可是我们还是不能够接受到神的饶恕。好，继续来看第5节，使徒对主讲，求你加添我的信心。主讲，你若有亲像芥菜籽遐大的信心，甲这丛山茶树讲，连根飞起来，去栽伫海里，迄丛树嘛会复长恁啦。那这只有2节。好，那所以耶稣在讲这个饶恕的问题。好，这个使徒就是可见是从门徒当中的这个使徒，12使徒是指12使徒啊。好，那这使徒呢，在路加福音总共出现了有几次从第6章、第8章、第9章、第11章，还有到第17章。好，但这每次使徒出现就指那12使徒。好，所以跟前面的门徒是可以区分的开。好，而且呢，使徒当中会说话的，大部分是彼得。但是这边不讲彼得，可能是指别人。那我们就不晓得是谁，是12个当中其中一个。就说听了耶稣这样子讲，所以我们需要饶恕人、原谅人，不然我们就会跟这个财主一样到阴间里面受那样的痛苦啊。所以他才会赶快惊觉说，那我们需要信心能够去饶恕人7次，一天里面饶恕人7次。因为我们读前面的时候也知道说，这些门徒常常就是会彼此的纷争啊，会争论谁为大等等这类事情，所以他也知道说他要赶快悔改。但是他说悔改好像很困难，需要一些力量。这个力量呢，他跟主耶稣说，请加增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有力量悔改，或是去饶恕人啊。可是耶稣怎么回答？信心不是大跟小的问题，而是你们若有跟没有的问题。有信心，这个信心就是很小，小到像芥菜种子。讲到这个芥菜种子呢，我们在13章的19节，天国的像什么？神的国就像是一粒芥菜种种在园里面，后来长大成树所以这个芥菜种又被耶稣拿来比喻。这个信心只要那么小的芥菜种子，但是呢，这个用这样的一点点的信心，对一棵桑树说，你自己连根拔起来，去栽在海里面种在海里面。桑树是种在土里面，但是呢，桑树它也会听从你们这对我们来讲是不可能的天方夜谭叫桑树自己出来拔出来，而且呢，不是种在土里，去种在海里面。可是呢，耶稣说，连这种无厘头不可能的，都会因着信心，他都连桑树都听得懂人的话。这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信心大的考验。我们要不要去对桑树说，你把连根自己拔起来，去栽在种在海里面呢？那这样做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我相信不是有可以看到有任何的意义。但是耶稣在讲的比喻是说，信心不在大跟小，不用求神给我们更大信心，或是增添信心，而是我们自己就要对上帝有信心。这个信心呢，即便非常的小，但是呢，再不可能的事情都会因着这一点的信心就变为可能了。好，最后我们继续再看第7节，恁中间敢有什么人，伊的仆人去做园，还是饲羊，对园里转来的时，会甲仆人讲，赶紧坐落来食饭。伊敢会甲伊讲，甲我准备暗顿，下围裙来伺候我食饭，后来你才食啉。仆人做主人所吩咐的代志，主人兼着甲伊讲甲伊说声。恁嘛是安尼，恁做受交代的代志了后，就讲，阮是无路因的仆人，阮不过尽本分做纳定。那接续耶稣也是一连串的教导。所以信心应该怎么应用呢？信心的能力不是用来碰轰，用来凸显彰显自己所以耶稣告诉这些的使徒门徒说，
仆人从田里面工作回来之后，主人会叫仆人说：啊，辛苦了，来来来，我饭煮好了，来请坐，我帮你端菜，我帮你上菜，我帮你绑围裙。不是，主人会对仆人说：来，帮我准备晚饭，系上围裙，伺候我，等我吃过了，你才吃。好，这个是真正的主人，真正的仆人。所以仆人照主人的吩咐做事，主人还得向他谢谢吗？那当然是不用。所以信心的功课就是神吩咐我们所做的，我们要相信主人的意思，而且要照主人的意思去做。所以我们在执行的时候，这是主人的事情，是主人在负责。所以耶稣说，你们也是一样，你们做完上帝吩咐你们做的一切事情，这一切事情我们跟前面连接起来，这些事情包括要饶恕人，包括要饶恕得罪你的人，还有这事情包括你要按着摩西的律法、先知的律法来遵行。这些事情包括你要去怎么样满足上帝的心意，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金钱、侍奉马门。那这一切的事情就是一个罪人的悔改，15章天上都要欢喜快乐。不论这些事情一直连贯到现在，我们做到了，我们完成了，我们要说什么呢？我们原是无用的仆人。这个无用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没有用，而是说这个本来就不是我们的意思，本来不是我们的自己的我们自己的这个想法，是主人叫我们去做的，我们不过尽了仆人该尽的本分而已。所以从15章一直连贯下来，所以我们要看到说我们不管是传福音使罪人悔改得救，或是我们能够成为这个忠心良善的管家，或是我们能够努力的进入神的国，我们所遇到这一切的事情呢，其实都是神在圣经的话里面告诉我们应该做，我们只是照主人的意思去做，而不要沾沾自喜。就算这棵桑树被连根拔起，种在海里面都活起来了，但是呢，这也是主人的意思，并不是我们了。好，最后11节，耶稣去耶路撒冷的路中，经过撒玛利亚甲加利利的交界，伊入去一个庄稼的时，拄着10个麻风病人，因徛伫远远的所在，大声喊：耶稣老师啊，临免阮！耶稣一个看到，就甲因讲：恁去互祭司检查。因伫路中就得到清气，其中有一个看到家己的病已经好，就倒转来大声阿罗上帝，趴伫耶稣的脚前，甲伊感谢。这个是撒玛利亚人。耶稣问讲：敢毋是有10个人得到医好？要迄9个伫倒位？这个外族的人以外，敢无人转来感谢上帝。耶稣就甲迄个人讲：起来，转去，你的信心有救你。那所以从11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从15章开始，15、16、17章的前半段是一个一连串耶稣对这个税吏啊、罪人啊，好的一起聚餐当中，跟法利赛人文士的对话当中，一连串的对话。现在17章11节，再要看到耶稣又离开了，然后去到了撒玛利亚，就是在耶路撒冷跟加利利的交界，就是以这个中部的地方。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不相往来的。那耶稣进入到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有10个麻风病人向他走过来。那这10个麻风病人呢，应该都是当地的人。犹太人麻风病人也有可能被赶到这里来，因为犹太人不洁净，他们不会让他们跟犹太人在一起，可能把他赶出去。所以我们从后面看到说10个有1个回来感谢，那个人感谢的是外邦人，耶稣特别强调那个人是外邦人，可见这10个人里面呢，应该也有犹太人当中，但是只是他们大麻风不洁净被赶出来，不能跟犹太人住在一起。他们知道耶稣就喊老师，所以他们叫耶稣是老师，不是叫他上帝的儿子。但是耶稣呢，还是一样的说，只对他们说去让祭司检查。
好，耶稣也没有说要医治不医治，好，耶稣也没有对他们释出特别的善意，但是耶稣给他们一个指引，就是去找祭司。那去找祭司这个动作呢，可能有一些人愿意做，有一些人可能不愿意做，但是他们去的时候就已经洁净。好，10个有几个去我们不晓得，好，而10个当中几个得到洁净，好，看起来好应该是10个都有去的人就都得到洁净。好，那不管几个人去呢，去见到祭司的路上，好，去的时候了，好，所以就是说。还有的甚至还没有见到祭司，只是准备要去。那但是在这个去的时候呢，就洁净。好，所以这也回应前面那一段。好，这个信心就是只要有芥菜种那么小的信心。好，耶稣说要去，那他不是带着半信半疑的心去，但是只要有一个行动，就像芥菜种这样小小信心，但是有行动了。那就能够上帝的工作就能够产生反应。其中去的人有一个看到自己还没有见到祭司已经好了，就连忙转回来，因为他知道这个事情是谁做的，不是祭司做的。这个事情呢是神的儿子，是那个拉比，因为他们叫他是老师，叫他是夫子，叫他是拉比。所以就去见他。这个老师夫子呢，在路加福音总共出现6次。从第5章出现1次，第8章出现2次，第9章出现2次，第17章今天出现了最后1次啊。所以路加福音有6次称耶稣是夫子或是拉比或是老师哦。好，那但是呢，这是对耶稣的身份，认为他就是一个跟法利赛人一样的老师，或是一个经学士教圣经旧约的老师。但是呢，我们回来15节，去的人当中，好的人，他察觉到这个不是偶然的，不是自然而然的，绝对是跟耶稣有关的，所以他知道他要感谢谁。其他的人应该也是病都好了，可是他们不知道要感谢谁，或是他们还搞不清楚这是谁做的。所以这个病好的人回来耶稣这里，耶稣在哪里呢？耶稣在撒玛利亚跟加利利中间的某一个村庄某个村庄。所以他回来，而且大声的颂赞上帝。可见他知道耶稣所做的、所说的、所成的都是从神而来，甚至他就伏在耶稣脚前。一般的人对拉比、对这个法利赛人是不会伏在他脚前，但是透过这个动作，伏的动作，他对耶稣的敬畏至少又多了好几分，甚至说他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他也都能够相信。只是呢，这个人来感谢耶稣的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撒玛利亚人，所以耶稣说其他9个在哪里？所以看来呢，9个人10个人都有去，而且10个都得到了医治。但是耶稣在问其他9个在哪里？为什么只有这个外族人回来感谢上帝？好，所以由这句话可以看出，这10个人里面应该也是有本族人，就是犹太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好，那我们前面看到99只羊。那有100只羊，有1只羊不见了，好，神都愿意去找回那一只迷失的羊。现在10个麻风病人，10个都被医治了，可是却只有1个人，而且是外邦人愿意回来感谢上帝。好，所以真的是上帝对我们的爱跟人对上帝的爱比较起来，真的是天差地远。但是耶稣就对那个外邦人说，起来去吧，你的信心治好了你。好，这跟换血肉的妇人耶稣所说的都一样，但是呢却是成就在一个外邦人身上。好，也在让我们看见，就是外邦人也是一样能够因信来得救。好，今天我们读的17章的这个部分，跨越了2个段落，一个段落就是15、16、17好的段落，一个是耶稣离开这个之后继续往撒玛利亚，往耶路撒冷的去的路上。我们有说路加福音在描绘耶稣最后半年这6个月当中花了很长的篇幅但是让我们看见我们要用信心来领受神的话，就是旧约的话或是新约的话，
让我们能够避免落入到那个财主所受的那个阴间的折磨痛苦当中。而这个回应神的话是用信心跟行动。好，但是马上路加又展现了一个故事，就是回应神的话。好，但是呢，这个信心还要有一个最后的终点期末考。什么终点期末考呢？就是你看见上帝的因着信心看见上帝的神迹，因着信心看见上帝的工作成就，但是有没有对神感恩呢？所以意思说，信心到最后会变成一个感恩的心，因为信心去经历了神，因为信心经历了医治，因为信心经历了奇迹，最后这个信心会变成一个感恩的心。好，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无用的仆人，我们所做的本来就是我们该做的，而不会变成骄傲的心。如果我们因为信心好看见神迹，结果我们不会感谢上帝，好，反而是往自己的脸上贴金，希望别人来感谢我们，别人不感谢我们，我们就生气的时候，好，那我们就没有通过信心的期末考。所以盼望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好，再次让我们提醒信心的重要，还有让我们看到信心最后好是一个对神的感恩，因为我们都是无用的仆人。好，我们只不过是尽了我们的仆人应该尽的本分而已。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因着上帝的话而遵行上帝的旨意。在遵行上帝的话语的过程当中，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都是上帝话语的仆人，按照上帝的旨意来走。唯有你是主人，我们并不是主人。当我们做圣经要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只是尽仆人的本分，让我们不要过度变成马大，或是不要过度变成大儿子，而僭越了上帝的话，或是自以为义，或是成为法利赛人自以为是。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心在经历神迹奇事的时候，让我们所产生的是一个对神充满感恩的心，是一个对神充满无限感激的心，让我们能够用这样的感恩的信心，持续的来跟随神。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祝福大家，愿神祝福大家平安。